大家好，今日好高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哋公司提供嘅4種畢業相拍攝模式，由3歲影到30歲嘅畢業相，到底有咩要注意呢？每一種模式都有佢唔同嘅特色同埋適用嘅場合，而當中亦都有好多共通點同埋要注意嘅事項。我哋會詳細咁講解4種模式，包括佢哋嘅特點、流程同埋各自要注意嘅細節。希望幫到大家喺選擇我哋嘅服務嘅時候，可以更加清楚了解。首先，我哋主要提供4種拍攝模式。第一種係喺學校到場影相，呢種最適合大規模嘅班級拍攝，例如幼稚園、小學或者全班同學。第二種就係戶外嘅大型畢業群體拍攝，例如幫一個完整嘅班級連埋家長喺戶外影相。第三種係以4至6個家庭單位一個嘅小組拍攝，呢個比較親密嘅小圈子拍攝啦。而第4種呢，就係畢業相結合家庭相嘅模式啦。每一種模式呢都有佢獨特之處，但同時呢亦都有共通準備嘅工作需要留意嘅。接住落嚟，我會先講共通要注意嘅事項，然後再深入講解每一個模式嘅特點同埋需要注意嘅地方。喺影畢業相之前，有幾樣嘢無論係咩模式都要注意嘅。首先就係小朋友嘅儀容，特別係細嘅小朋友。頭髮方面，女仔嘅頭髮最好紮得整整齊齊，避免散亂嘅 BB 毛。如果有劉海，都確保唔好遮住個眼睛，因為戴上畢業帽之後呢，帽可能會壓低咗劉海，影響整體嘅效果。家長可以用少量嘅定型水或者濕紙巾去壓平頭髮，令效果更加完美。男仔方面準備一啲定型嘅用品，確保啲頭髮整齊利落。其次就係服裝啦，畢業袍通常會由學校嘅提供，但家長可以提前幫小朋友試穿，確保尺寸係合適嘅。如果發現唔啱心就要盡快同學校更換啦，避免當日臨急去處理佢，影響拍攝嘅進度。另外，小朋友嘅內搭衫可以選擇白色或者其他淺嘅顏色，避免過於深色同埋鮮豔嘅衫領。再嚟就係心理準備啦。對於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例如幼稚園嘅學生家長可以提前喺一日屋企度幫佢練習下微笑，又或者模擬一個拍攝嘅場景，例如點樣企好、點樣揸住畢業證書等等，令佢哋可以更加熟悉整個過程。最後就係畢業帽嘅處理啦。畢業帽需要調整到合適嘅位置。有啲小朋友嘅頭型比較細，頂帽會好容易甩。呢個時候家長可以用文件夾喺後面固定畢業帽，確保唔會移位。如果畢業帽有折痕可以先用燙斗燙平，令整體嘅效果更加好。跟住落嚟就要講下唔同嘅拍攝模式。首先第一種模式就係去學校現場拍攝，呢種模式係比較適合一啲大規模嘅班級。我哋嘅攝影團隊會直接到學校喺指定嘅場地拍攝。呢一種模式嘅好處係方便快捷，不過因為人多時間緊迫，所以準備嘅工作就特別重要啦。一方面學校需要提前安排好拍攝嘅時間表，同時間確保場地整潔，避免影響拍攝嘅進度。另一方面家長需要喺小朋友返學之前幫佢哋準備好頭髮嘅髮型啦。因為喺影相嘅過程之中老師可能要處理好多個小朋友，所以未必有太多時間去幫每一個小朋友處理佢哋嘅造型。同時間家長亦都可以提前向小朋友解釋影畢業相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幫佢哋建立一個輕鬆嘅心態。第二種模式係戶外嘅大型畢業群體拍攝，通常會同一班或者同一級嘅同學一齊影嘅。場地一般會喺戶外，好似一啲公園、大草地或者一啲比較寬敞嘅地方。戶外拍攝嘅優勢係場地夠大，氣氛係比較輕鬆自然，可以捕捉到小朋友跑跑跳跳啊，或者同家長互動嘅場面，令到相片更加有動感嘅。不過戶外拍攝亦都有佢嘅挑戰嘅，例如天氣嘅變化啦、蚊蟲嘅干擾啦等等。所以家長需要提前準備好防曬用品啦、蚊怕水啦、毛巾幫小朋友抹汗啦，最好執定一個造型包包啦，可以等佢哋跑到啲頭髮亂晒嘅時候幫佢哋重新整理一下啲頭髮同埋個樣啦。喺拍攝嘅安排上面我哋會將拍攝嘅場地分開幾個區域，例如設置一啲畢業相嘅拍攝區啦，或者同時間安排一啲互動嘅場景啦。幾位嘅攝影師通常都會
同時間喺度影相，確保每一個家庭咧都要會有足夠嘅相片，亦都唔會浪費時間。第三種咧係小組拍攝模式，呢種模式咧特別適合幾個熟絡嘅家庭咧一齊參與，每組咧通常係4至6個人，人數咧加埋大概係20到30人左右啦，非常適合一啲記錄家庭互動咧，亦都同時間捕捉到小朋友同其他同學仔之間嘅歡樂畫面。每個家庭咧都可以享有一啲獨立嘅拍攝時間，正式嘅家庭相同埋小朋友嘅單人畢業相咧，亦都可以同時照顧到。小朋友之間咧，因為熟絡啦，喺影相嘅時候咧顯得更加放鬆，笑容亦都會更加自然。如果可以嘅話咧，喺拍攝嘅時候加入一啲簡單嘅道具，例如氣球啦、花束啦、玩具啦，都可以幫張相加分嘅。如果場地允許嘅話咧，亦都可以結合一個小型嘅派對，令到個氣氛係更加好，拍攝嘅過程亦都會更加有趣。家長仲有一點要注意，就係自己同埋家人嘅衣着配搭啦，最好係一啲相對統一嘅家庭服飾，咁張相睇出嚟咧就會更加和諧。最後一種模式咧就係畢業相結合家庭相嘅模式啦。喺拍攝小朋友嘅畢業相嘅同時咧，亦可以一家人影埋全家福嘅。喺拍攝嘅過程之中咧，我哋會安排小朋友影正式嘅畢業相啦，例如着住畢業袍，然後再轉用唔同嘅造型，例如校服或者係啲休閒服，影一啲比較自然嘅相。如果係大學嘅畢業相咧，通常佢哋會返自己嘅大學影，而喺大學影相咧，有幾個地方都係需要注意嘅。第一，畢業生咧通常都會對學校有啲深厚嘅感情，因為佢哋喺嗰度生活咗幾年啦，所以選擇一個標誌性嘅地方拍攝咧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好似中大嘅天人合一啦，科大嘅火雞啦，港大嘅8週年校園同埋大學街啦，呢啲地方咧可能係畢業生心目中有意義嘅地方同埋場景啦，同時間又可以突出學校嘅獨特性。第二咧，喺學校影相嘅時候咧，可以融入一啲大學生活嘅元素，例如學校嘅宿舍啦、圖書館啦、實驗室等等。佢哋未必係最靚嘅地方，但係呢啲地方咧記錄咗畢業生多年嘅努力同埋學習嘅過程。喺呢啲場景度拍攝咧，可以令到相片更加有故事性。第三，拍攝當日嘅準備亦都好重要啦，因為大學嘅範圍咧好大嘅，畢業生咧最好提前規劃咗佢嘅拍攝路線先，避免咗浪費時間。建議帶埋一啲簡單嘅道具，例如畢業帽啊、畢業卷軸啊、花束啊同埋公仔等等，增加啲相嘅層次感。如果時間許可嘅話咧，仲可以約埋幾個朋友一齊影，記錄一下同窗之間嘅珍貴畫面。最後咧，記得要留意當日嘅天氣啦。如果係夏天，要準備好防曬用品啦，例如帽啊、遮啊咁啦，避免長時間暴曬。如果係冬天嘅話咧，就要注意保暖啦。最後總結一下啦，其實每一種拍攝模式咧，都會針對唔同嘅需求而設計嘅。無論佢係學校嘅拍攝啦、大型嘅戶外群體拍攝啦、小組嘅模式啦，定係畢業相結合家庭相嘅模式啦，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幫助大家記錄一個人生嘅里程碑。希望今日嘅分享咧，可以幫助大家更加了解到唔同模式嘅安排，同時間咧亦都根據自己嘅需要咧選擇一個合適嘅拍攝模式。如果你對影畢業相咧有咩疑問，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聽，我哋會盡量解答你嘅問題，同你分享更多有用嘅資訊。我哋下條片見，拜。